继续来看，去年的12月，屏东恒春一个8个月大小男婴洋洋去用甲苦毒，结果这个脑部是永久性的损伤，两蕊目睭嘛用要总青霉。苦毒囡仔年母互起诉，互判有期徒刑9年6个月。洋洋的妈妈讲，就算甲判死刑，嘛换袂倒来一个健康的囡仔咯。 已经1岁8个月大洋洋，本地爱晓徛、会晓行的年纪，不过煞敢会当用半边身躯伫咧涂骹皮。算佚佗物仔嘛，敢会当用正手倒平已经失形，而且两蕊目睭强要无快。洋洋会变甲呢，就是伫咧2022年12月时，妈妈家带去互一个姓苏的丁母顾，想不到才过3天，洋洋就互冻煞14摆。 互当时才8个月大洋洋，去医生判定脑部和目睭永远性损害。然后他就是蹬的时候，他的头有去撞到这前。第一时间，林母个正讲是查甫A伫咧洗身躯时，家己去弄着头壳。不过警察调相关监视器影像，突破伊伫咧讲白贼。细数的林母互起诉，屏东地院法官审理，以成年人超过伊对儿童犯动伤害罪，该判有期徒刑9年6个月。不过洋洋妈妈讲，不管判偌重，动伤就是事实。他真的就是丧心病狂啊！我说那个，就算你判19年。 其实对他来说都一样，因为我们实际要面对的问题，这是一辈子的。为着让洋洋得到更加好的治疗，妈妈为恒春搬到高雄。这是洋洋的身躯常常向发生走抓，可以无法度出国做事。若要面对每礼拜都要1万块福建的费用，含其他医疗费用。洋洋的妈妈即马敢会当白单卖臭豆腐装钱，当做老母讲，为着囡仔，不管偌辛苦，爱甲巴结，卖继续上诉。 希望法官顶调解咧，爱甲这位可爱的林母同法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